叶博士，叶博士，刘强，刚才怎么了？你刚才晕倒了，是不是这2天太累了？请假好好休息一下吧，啊！我刚才在上网，怎么会突然就晕倒了呢？你好，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. 我扶你回去睡觉，走，去休息吧，走。刘强，你能帮我办件私事吗？你说。你帮我找一个人，他叫冯峰。回头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给你，你一定要找到他。如果他有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尽全力去帮助他，好不好？是个女孩吧？放心了，我会把事情办好的。刘强，谢谢你。不谢，走吧。猪猪，冯峰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怎么样了？我可笨了，我们家窗帘坏了，我就跑到阳台上去拽窗帘，一不小心我就掉下来了。你看那儿，轻微骨折，这儿也破了，头会不会摔傻了呀？不会的，不会的啊！你放心，现在医学这么发达，肯定会治好的，一定会治好的啊！你别瞎想。啊，对了，你不是有个那个跟你一块住的男友吗？哦不，密友吗？李欢呢？你可别提他了，我给他打电话，他说他忙，估计人家没空吧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好，喂，你好，这里是110。喂，你好，我的老婆失踪了。失踪了多长时间？有没有48个小时？我不清楚。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。哦，那就是有。喂。哎，芳芳，你看，这不是跟你一块住的那个室友李欢吗？他上新闻了呀！快看，我看看。神秘帅哥及时掩护什么美女，何许人也？小公狗，怪不得不接我电话呢。
哎呀，真没想到这个李欢还挺厉害的，居然和当红花旦搞在一块儿了。哎呀，咱们的娱记啊，真是越来越有娱乐精神了。喂，喂，你好，冯冯小姐吗？对啊，你是哪位啊？哦，我是叶博士的助理。您找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忙着呢，所以让我来联系你。可是我打你电话一直打不通。去你家找你，你也不在家里，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？我没事儿，谢谢啊。叶博士他非常担心你。如果你有什么事儿，你完全可以跟我说，我会帮你转告他的。哎，没有，我没有事儿。谢谢啊，拜拜。叶家，你最好再也不要找我。哼。峰峰，叶家是谁啊？爱谁谁。先生，你设了计成功了，李欢果然偷偷回来探视了。人的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可是李欢为什么要带个女孩子来呢？那女孩究竟谁啊？我调查过，这个女孩名叫冯峰，她是在1年半以前失踪的，突然在半年前出现在本市。失踪了1年，那她去哪儿了？我动用了所有的关系调查，但是没有人知道她这1年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一样。不过，冯峰出现之后，一直和李欢在一起。那这个李欢和冯峰到底什么关系啊？这个我要弄清楚的。哎，蝎子，最近出去有什么收获吗？我们在莲花山大天坑附近挖掘了一具古代女尸。古代女尸？啊，这古代女尸和太宗皇帝有什么关系？老板还在调查。李欢和冯峰先别打草惊蛇，先调查清楚他的身份。哎。冯峰，冯峰呢？你是谁啊？我们见过，我是冯峰的朋友，过来帮他拿点东西。哎，他在哪儿呢？讨厌！你告诉我，他在哪儿呢？求你告诉我他在哪儿，好不好？我是她丈夫，我有权知道。你有什么权利知道啊？冯峰受伤的时候给你打电话，你在哪儿呢？他受伤了。要不是120及时赶到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原来他是找我求救啊！我如果知道他受伤的话，我一定会回来的。当时声音特别吵，听不清楚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听不清楚？我看你是不想听啊，还是听不清楚啊？啊？不是，他给你打过2遍电话，你都听不清楚，难道你是聋子吗？你呀，不是没空吗？你不是很忙吗？他的事儿啊，就不劳您操心啊。哎，你呀，还是忙你的去吧啊。来，我帮你拿。喂，你听我说。你有什么话，还是亲自跟冯峰去说吧。你口口声声以丈夫自居，可是冯峰并不是你的妻子呀。啊，就算你是她丈夫，可是你有尽到做丈夫的一丁点责任吗？我告诉你，以后不许你再纠缠冯峰。烦人！你跟着我干嘛呀？
我帮你拿的。你来，给我，放手！给我吧！哎，放手！给我吧！开车！哎，喂，停车！停车！师傅，停车！师傅，快停车！停车！佳叶，快走，快走啊，佳叶！站住！尹僧，汉奸朕还不下跪！尹僧，你该当何罪？我有什么罪？你身为朕的国师，又是佛门弟子，不守戒律清规，竟敢跟朕的妃子私通！叶家，你刚才大喊大叫的，怎么回事啊？爸，没事，就是个噩梦。是不是工作太累了？如果真累的话，找个时间好好休息一下。没事。刚才我听见你叫李欢，你跟他很熟吗？还行吧。他曾经是我的一个病人。哦，你跟他认识多久了？认识他1000多年了。啊？没有，认识半年了，不到半年吧。哦，你觉得他人怎么样？了解不是太多，所以呢，我也做不了什么评价。哎，爸，你怎么对李欢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，我对他的身份很好奇，我完全查不到他的任何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会不会是有些地方户籍管理混乱，一些孤儿无家可归的人四处流浪，他们都没有身份证，所以查不到记录的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吧？李欢是孤儿，从小流浪，这倒也说得过去。但是那么长的时间，总有记录吧？而他这之前的20年，完全是一片空白啊！来，坐。叶佳，佳妮来了。哎，爸，佳妮来了，我去看看她。叶妈妈，一哥哥没事吧？我好担心他哦。妈，佳妮。佳妮听说你在实验室晕倒，特地来看你呢。一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哎呀，家里又不是缺你挣钱，干嘛凡事自己亲自动手啊？手底下不是一群人吗？叫他们做呀。对呀，叶妈妈说的对，要不你放几天假，我们出国去散散心？不行，我跟卫生组织订的合同还有3个月就到期了，现在是研究的关键阶段，这个时候我哪能掉链子呀？佳妮，去国外旅游的事情，我们以后再说吧。来，芳芳回来啦。他怎么来了？芳芳，你怎么样了？啊！我真该死，我不知道你出事了。你这个傻瓜，有什么事情不能等到我回来再说呢？非要冒这个险？我没什么事儿，我自己可以的。
你不是忙着给芬妮当护花使者呢吗？芳芳，以后只要你有事给我打电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到的。你放心。你是电影演多了吧？听着虚情假意的。一个是暴君，一个是明星，你们可真是天生一对啊！峰峰，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去买。我去买。猪猪，你都熬了1天1夜了，非常累，你回去吧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吧，我会一直守着他的。猪猪，你都累了1天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没事儿。就是，你回去吧，真的，有我在，你放心好了。那行，我明天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你自己好好的啊。拜拜。拜拜。男人就是这样，当你需要他们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躲得远远的；你要是不需要他们了呢，他们就拼了命的赶上门儿。好好休息，我会一直守着你的。我跟你讲一下那天芬妮的事。那天一个胖女人奔着芬妮就往死里打，如果不是我拦着的话，她一定会被打死的。我当时要是知道你受伤了的话，我一定会第一时间赶回来的。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叶博士，今天下午2点有个座谈会。退了吧。那明天早上有个演讲会，董事长让您过去。我不想去，退了吧。可是，刘强，把这1周所有的活动全部都给退了。这啊，我想静一静。芳芳，你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来了，都是你爱吃的。我不饿。你都1天没吃东西了，怎么会不饿呢？我真的不饿，你吃吧。芳芳，都是我以前没有好好的待你，你别生气了。李欢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现在挺忙的，你回去吧，别耽误你的事儿。你也看见了，不要紧的，过几天就能出院了。你的病还没好呢，怎么可以出院啊？就是一点小伤，回家养几天就好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卡上有6万块钱，有一半是你的。什么你的我的？我是你老公，我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我这次住院的时候用掉了你的一部分，等我出院以后就还给你。芳芳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跟我说话？我觉得特别别扭。你能不能跟以前似的骂我2句，我都觉得舒服？贱男人！对，我贱，我傻，我二，我神经病。好了，我以前对你说话是不太客气，是我不对，我以后尽量客气一些啊。芳芳，我的那个戏过2天就杀青了，我会好好过来陪你。哎，你不是跟我说要带我去迪士尼看米老鼠吗？等你病好了，出院之后，我们去看米老鼠，好不好？还迪士尼呢？你想得美！你也不看看自己兜里有几块大洋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我能去哪儿啊？我又不是说现在就去，我说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。叶佳，他人呢？没来看你啊？他干嘛来看我啊？我又不是他什么人，他也没有义务来看我。小峰，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。
小峰，你在吗？小峰，小伙子，你这么大的声音，屋子里要是有人，早就出来了。大爷，您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这我哪知道啊！你呀，还是到外边想想办法吧。老伴儿，哎，来了。你这样让我想起了我爸。喂，李欢，峰峰在哪儿？叶家。峰峰在哪儿？关你什么事啊？你这该死的第三者！我来的时候你不在，我在的时候你没来，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片海已不复存在。却没留下任何可能，在前世擦肩而过真心的人，回忆还残存。我们约定今生，情分确定在了前生，用痴心等待和你再走一程，也不负我的真。